我觉得没有在原乡长大的小孩，对于自己的族群认同是很薄弱的，所以我一直很想要知道我的根到底是从何而来。你说爱呀，我都知道过，哦你呀罗阿哥。Patip ulutok pidong ngecam pasawali ulia pitsereman sano sini bancal kopani yaroan no chika soan uka ulahan no taini ai tacay kulawan no namo tanga satu ipulpan Iyo in hoyana iyan hoyana iyo in hoyan hayo in hoya hoyan。我是吉嘎索安努吉古的娃娃，吉嘎索安努吉古是七角川，吉古就是溪口。我的妈妈是溪口人。我跟其他在部落长大的小孩不太一样，是老人家可能知道我是谁，我讲说我妈妈是谁，然后是谁的小孩，他们就会知道我是谁，但是我不一定知道他们是谁。与其用讲话的，不如用音乐表达，因为对我来说，音乐是最直觉的东西。所以呢，在他们唱的时候，可以比较直接的听到，就是我一首歌，我就可以知道他们以前可能生活方式是什么，然后他们在耕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原住民。可是我没有。原住民的基本的婚姻。基本的婚姻，对。哦，基本的婚姻。就是我会唱这首。我不知道歌词。你不知道歌词哦？没关系啊，我们就开心唱嘛。没什么你忘你了。可是你也要跟我一起唱啊。我会陪你啊。你唱一次嘛，你唱一次。好，5、6、7、8。我呀，说你个马路，我呀拉里。所以啊。所以啊。你要唱啊。你唱。目前的话，就是要填掉日本的长辈跟目前住在溪口的长者，先采集他们的歌谣，再来慢慢扩散到部落里面的长者。我不要只局限在实体专辑，而是数位专辑，甚至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要拍成影像推广出去。逼我不会念。va盖。Ami melau dia sabagai salamai ilanika sumat。山尼伊拉爱就很像在这边，山尼芒阿大就是很像在很远的地方，就是忽远忽近的意思。山尼伊拉爱，山尼芒阿大啊，马纳努旺沙邦塞尔萨，马纳努旺，你可以在一个逗号之类的。哇！你是朱玉老师，谢谢。好哎，你说哪里要断句？你可以马纳努旺那边呼吸，这样不是那样的呼吸。他跟我一样是原住民，也是我返乡的理由。他在花莲读书，比我更了解部落，更懂族语，也很常回到他自己的部落。而他也总是鼓励我重新去理解自己是谁，要的是什么。
昨天有问他，他说他不会唱。唱下来。哎呀。你们不是听录音带的啦？没有，以前哪有录他们以音带前常啦？常把刀戏聚会的时候就会唱歌啊。就是歪歌。我们目前比较完整的话是3首歌，算是一个集思广益。对。可能那个人忘记了，可是这个人可能有记得这个片段，对，有这个片段，然后歌词就拼起可来了，能拼起来了，可能就是这样。你也没听过这首歌。刚刚的采集的对象是我父亲，然后他可能在他比较印象的歌，可能就是偏这一类的。然后像我们有问他说，有没有去当兵的歌，他们都说有，可是他就是忘记那个歌词。然后在后面2首歌都是那个男生被拒绝，关于爱情啦，爱情，爱情被拒绝，对，爱情被拒绝就是比较很生活化的，然后就像那个我们刚刚一些长辈讲的话，就是大家就是因为喝酒，大家就是坐在一起聚在一起喝酒的关系，才会讲出那个心里面的话，所以就那个被拒绝的状态心情，就把它唱出来了，就是可能就是用音乐把它唱出来了，对，表达出来了这样。我听完了。你听完了怎么样？我觉得，哇，很多意思我都不是很理解。不然你说哪几个我可能知道，可能。你记不记得我那时候跟你讲，有一个是那个告白失败，跟一个是相亲失败的。你说歌的歌词是吧？对，因为那时候我在填调的时候，三就他没有告诉我就是他的背后的故事。我先给你看，可能还有一些错误，你可以看一下烂。是的，我会懂吗？因为编曲的部分，我跟你比起来的话，我会比较弱一点，对吧？对吗？对。对啊。所以就是我可能把我的想法告诉你，然后可能你比较可以理解，要从哪个地方下手这样子。好啊。可以。所以你在做文化这部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就是台湾人的教育对原住民的，就是应该是说他们没有很好的去告知，就是普遍的台湾人，就是原住民这一块的历史脉络的东西。而且其实讲真的，因为我从小就在台北读书嘛，其实我真的是这几年我自己去认识我的文化我才知道的，而不是学校有告诉我，学校的体制有告诉我一个很完善的东西。现代原住民的一个悲哀就是你已经被有点算是汉化，对，被这个社会影响了。你不知道你的母体的东西是什么了，而且甚至我们有时候知道了一些文化的东西，还是汉人教给我们的，那我们甚至不知道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然你就是一个像纸本上说原住民泰雅族是喜欢穿红色黑色，不是没有阿美族是红色，可是它没有，它有脉络，为什么会变成红色？为什么现在有丰年？为什么丰年祭就会变成这样啊？对，是我们的其实我们真正的文化的流程是什么？就是它其实是很丰富的，是因为每一个政权它影响了
这个族群的东西。对啊，不然很多人就是很单方面的说哦，原住民就有点像原始的状态，不是原住民不是原始的状态。最一开始是从那个阿美文化村开始，他们就觉得说想要换成比较鲜艳一点的服饰，所以就变红色。对，阿美文化村就是观光的观光的景点，就像有点像九族文化村的概念。所以那一代就开始改变他们的穿着，变成红色，然后到后面开始往外传到各个部落，到后面大家就全部都是穿着红色衣服，而不是原本的。就像我前阵子在重新做的那个如系，就是我们的那个原衣服上衣，那个是黑色，但其实遵循我们祖先最一开始的时候的颜色。那天拍子乱了，我们也不再属于同一首歌。再一次来，把你带动，来。用最简便的方法，然后来去做到我们要的效果。这次他们会想要做部落采集，当然会有一些一些盲点，他们会觉得说哦，一定要把它录到最好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年轻人他们会想要用比较现代的科技来去做所谓的编曲啊，然后让传统歌谣变得更美。像我以前2003年的时候，我曾经在南投去找传统歌谣，就是去收集阿公阿嬷的声音。赛德克族有很多传统歌谣，没有人去记录，所以我去记录。记录下来之后，我发觉那些都是资产。后来我就一直到前几年吧，那些阿嬷都不在了，没有了。那些声音还在我这里。因为其实我现在的状态是，我没有办法好好去面对这些有关于可能会触动到的一些情绪跟一些记忆，会让我有点痛苦。我就觉得，那我宁愿我不要，就是我也宁愿抽离这一切。然后离开这边。
我知道他们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要怎么分配，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比如说你的编曲要做成什么样子，然后你们的部落采集要做成什么样子，然后其实中间到最后是只剩下Amber 在做，所以所有的编曲、所有的合音、所有的唱歌，其实是 Amber 全部完成的。不要那么的压抑，然后把一件事情好像装的好像都没有事一样。还有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更勇敢的接触自己，然后可以再自私一点。就是，如果真的想做什么的话，就去做。因为我觉得现在我太顾虑太多，不然就是太因为情绪去控制自己的因为情绪去控制自己的行为，然后做出很多很冲动的事情。但我希望我可以做出不让自己后悔的决定。最大的重点其实是老人家的状态。如果今天，他们对这首歌不熟，那如果说他在部落没有教他们怎么唱，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歌，对，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他们真的有让这些老人家听，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练，然后练了之后会来这边唱。但如果说他们都没有练，然后没有教他们，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哦，这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老人家有情绪，他不是那么简单说要录，如果要来录就录。就是因为我去年才刚回来，因为我的妈妈是溪口这边的，但是我就跟大家没有很熟悉，所以我也是回来的时候想说，我想有什么方式可以更认识大家，所以后来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啊，然后想说，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歌嘛，然后就想说，那我就可以采集这些歌谣，然后除了可以更认识大家以外，还可以把你的声音留下来，还有这些歌留下来，所以才想说要做这件事情。耶，谁可以不塞你过来？之前有一纳的，后面想。好咿耶呀，嗨哟好咿，好咿呀好咿呀。妈那都怎么办？可以啦，没关系，没关系。在古拉湾努那木当阿萨多伊基古。对，就差努那木。唱那个，但是我们还要再练一下，其实还好啦，还好。配女孩子唱哦。对，要配啊。要啊。是啊。因为你的声音出来之后是在前面嘛，他们会在旁边。对，会全部都在旁边。就跟我们这部落一样啊，一起唱歌一样，他们就在旁边这样，一个会领唱的，就是可能会一个人录一次。哎呀，我好紧张。有歌词，有歌词。有歌词啊，有歌词啊。看不懂了，有用中文。有刚才打中文。对，可以了。有没有？好。那个拍子是对的，你就要稳稳有自信的唱出来。对，有自信唱出来，进的点是对的。好。走。Mi su aya wa tu cidar aku
Uniaro aku567 Ukaulah no tai ni ai Cahajai kulawan no namo Tanga satu ikiku OK 好，下一句哦，我拿木当阿萨多一个，好，OK， 对，可以吗？可以。好，来。Bancarai ko paniyaroan Nujika soan Ukaulahan o taini ay Cahacay ko lawan no namo Tanga sato ikiku Hiyoin hoyana iyeyan Hoyana iyoi Hoyeyan hayoi Hoya hoyan这段时间，我从织布学会了专注，也从歌谣里听见族群的记忆。可是，如果你问我，我真的有归属感了吗？我不晓得。丰年祭这一天，我依然不敢穿上自己做的衣服，站在人群里。毕竟，还是会有点格格不入。不过，从台北回来后的我变了。也许追寻文化传承不是一个答案，它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我还在走，而这些声音，这些记忆的支线，会陪着我一起走下去。Pasawali ulial picerba sano sini Bancarai ko paniyaroan Nujika soan Ukaulahan no taini ay Cahacay kulawan no namo Tanga satu ikiku
咿哟咿，吼咿呀那咿耶呀，吼咿呀那咿哟咿，吼咿耶呀，嗨哟咿，吼咿呀吼咿。